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Marian Velasco 真係好突出，呢位健身模特兒喺泳裝時裝嘅伸展台上引起咗好大嘅注意。佢嘅身材好有曲線，曲線既迷人又醒目。佢喺紐約時裝周同邁阿密時裝活動嘅走秀中，好強嘅出場吸引咗所有人嘅目光，簡直停晒所有人嘅腳步。Marian 嘅影片喺社交媒體上瘋傳，唔難明白點解。佢擁有令人着迷嘅美貌，具感染力嘅個性，仲有種令攝影師、設計師同時尚迷都愛不釋手嘅多才多藝。佢係委內瑞拉出世，而家住喺邁阿密，喺時尚界鋪開咗一條穩步嘅事業。佢驚人身材嘅秘密係咩？即係好多訓練。Marian 好專心做運動，專注喺健身同身體塑形，呢啲令佢喺伸展台上呈現咗一個勁有氣場嘅身姿。佢嘅才華同努力喺2023年得到認同，當年佢被加冕為美國拉丁世界小姐，更加強咗佢喺國際舞台上嘅地位。咁，你對 Marian Velasco 喺伸展台上嘅魅力同表現有咩睇法？記得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。仲未訂閱我哋頻道嘅話，唔好錯過，快啲訂閱，跟住我哋了解時尚同名人世界嘅一切。